咁大家好，我係 Raymond。咁今日錄呢條片嘅時候咧，特朗普就啱啱公布咗對等關稅啦，就令到全球嘅股市都有啲波動嘅。咁如果你睇翻旁邊嗰張圖，或者大家如果有印象嘅話，大概由2月中標普500創咗歷史新高之後咧，咁去到今日大概咧就已經回落咗接近或者超過咗10% 左右啦。咁今日咧，我哋呢條片咧就簡單同大家講下，咁究竟過去美國嘅股市由1928年去到而家，每當個股市創咗新高之後，然後好似而家咁回落咗超過或者接近10% 嘅時候咧，之後個股市個表現同走勢會係點樣樣嘅？咁旁邊呢張圖咧有綠色一條線就係而家個狀況啦。咁當然因為近排個股市有啲波動，其實就已經回落翻少少。咁藍色嗰條線咧就係當個美國股市由高位回落咗之後，接住落嚟嗰60個交易日係冇出現衰退嘅，美國經濟冇出現衰退嘅。橙色嗰條線咧就係有出現經濟衰退。咁大家可以睇到咧，雖然由1928年到而家發生嘅次數就唔算即係話好多啦，由高位到回落10%，咁即係計咗出嚟咧，有大概25次，19次咧冇衰退，6次咧係有衰退嘅。咁但係我哋見到咧，其實個趨勢都幾明顯嘅分別。如果睇翻平均或者中位數都好啦，如果之後個股市係因為譬如我哋成日講有冇衰退，都係睇 NBER 美國嘅經濟分析局究竟佢哋點樣睇個經濟環境嘛。如果佢哋係認為美國經濟着咗衰退嘅話咧，個股市通常表現都比較差嘅。咁我哋而家究竟有冇機會進入一個衰退咧？咁我哋睇埋下邊呢張圖啦。咁好簡單，其中一個可以參考下嘅一個指數咧，就係彭博嘅美國嘅金融環境、金融狀況嘅指數啦。咁我哋會見到過去最近嗰30年，過去出現嗰4次衰退咧，我哋會見到其實之前嗰個金融環境咧都係比較惡劣嘅，條線喺下邊嘅。咁黑色嗰條線就係而家呢個狀況。咁我哋見到雖然個狀況就唔算話係非常之咁理想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最近股市都好波動下啦。咁但係咧，比起過去真係發生衰退嘅時候咧，其實個情況咧係穩定好多嘅。咁所以咧，我哋認為其實而家個股市出現衰退嘅機會咧，其實相對上咧都仲係比較低嘅。咁所以我哋傾向咧就認為，如果過去嗰啲數可以參考下嘅話咧，咁其實個股市嘅走勢咧可能偏向比較接近藍色嗰條線啦。咁你話好啦，有冇機會話有一個比較大嘅升幅咧？對於美股嚟講，咁大家就留意翻。雖然咧，我哋最近出咗業績之後咧，其實大家有留意過啦，標普500指數嗰個市盈率咧，其實係已經回落翻去大概平均嘅水平嘅。咁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就係其實就算回落咗而家大概接近10% 左右都好啦。咁有2個問題都仲係困擾大家。第一個就係頭先一開始就係講啦，關稅嗰個不確定性仍然都仲喺度嘅。第二樣嘢咧，就係其實個估值咧唔算真係話好平好低。咁所以你話係咪而家即刻就要衝入去撈底咧？咁呢個咧大家就要謹慎啲留意翻啦。咁同埋最緊要就係好似我哋其實過去嗰幾個禮拜都留意。都有提過啦，其中一樣要留意翻就係記住注重翻個組合成個組合嘅一個防禦嘅能力啦。可能如果你本身係有好集中咗好多增長股、好多科技相關嘅概念嘅股票嘅，咁喺美股嗰方面你就可能要適當地將佢哋可能有賺嘅就獲利攞咗先，然後將佢擺翻啲相對上防禦能力比較高嘅一啲組合啦。咁今日咧呢條片就去到呢度啦，咁多謝大家收聽。